大家好，现在是我们的车上演唱会现场，是 Aaron 先生在开演唱会，我们的歌神，你看他有他的 PCA 可以看那个歌词，大家对他的表演怎么样？觉得他演出怎么样呢？非常好，非常好吗？为什么后面都在甩头？呢個係佢比較好嘅。佢會喺自己個世界度。世界，佢自己嘅世界。要全程拍好嗎？他為什麼答出來你就上那麼小聲，聽不到？我等一下偷偷拍。佢望到，佢仲睄一眼。哎，果然係高手啊！睄鏡頭咯，佢係。呢度觀眾有眼福啊！好眼福，佢全程喺架車度唱歌咯，仲要攞埋個 CD 出嚟睇歌詞。跳啊跳啊，快點不要加入。好啦，演唱會紀錄片到此完畢，拜拜。